Hello，各位爱听客家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又到了阿文哥来为大家解说客家歌歌词发音跟字义的时间。阿文哥来为大家解释今天这一首歌呢，我已经录了第4次了，因为它很轻快，中间有一些歌词稍微听不大清楚啊。终于上网找歌词来比对之后，应该这一次录完应该没有问题了哈。这首客家歌是由我们苗栗县大湖乡的一个子弟，叫做吴胜志老师，在早期的应该是说他第1张的专辑啊。他后来39岁的时候英年早逝了，他是我们客家流行歌的先驱哈，也是我们的客家流行歌的鼻祖啊。当初他可以创出这样的歌曲就非常的神奇。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《农娇娇扭嘎嘎》哈。烟摊七嘎，怨叹自己，当初暗傻，当初很傻。偷豆给烂马，偷豆就是取了哈，讨了哈，偷豆给烂马。烂马烂就是很烂的意思，马是客家话代称女性或者雌性的动物叫马哈，烂马。那歌词上面在 KKBOX 的歌词上面写懒马，那我个人认为翻译成烂，直接翻译成烂是更贴切的。当初按傻，那个傻它翻译成傻，傻瓜的傻。那我个人认为在平常的客家词汇用语的时候，翻成当初按傻可能会更贴切，因为你在太仓促的当傻就很仓促的阶段娶了一个太太，娶了一个不好的太太，叫烂马这样可能比较符合歌词的意境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照着如果你听得很清楚，你就照着唱啊。烟摊七嘎，当初按傻，偷偷给烂马。整歪妈发啊，整歪就是很会哈，妈发就是很会吵架，很会骂人哈。整歪妈发，度量又差，度量又差哈。大拜猪同来严格，大拜就是每一次，常常时常的意思。大拜每一次啊，猪同来都跟我严格就是吵架哈。客家话玩 gay 哈，闽南话玩 gay 啊，卡巴玩的严格啊。自由紧压啊，其实这个意思是说，原来这个男生这个先生本来是老实人只有在今夜，只有在今晚朋友来了，难得有朋友来约束，因为朋友来了，狐群狗党嘛就是那什么酒肉朋友来了被朋友的约束了。之前我翻译成约会不大对，应该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受到了约束走矮怂就嘎，那些朋友狐群狗友就是酒肉朋友就招他去上酒家了，走矮怂就嘎。哎呀，他的太太糟糕了，就触筒子出痛好痛，撞生子出现了，就爆炸了就爆炸了这个我们的歌曲名称扭嘎嘎，就是说把家里的气氛弄得很浓稠扭嘎嘎。这边有一个前面一个落多落就是拿东西搅拌的意思，搅拌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泡牛奶落牛呢泡咖啡落咖啡，那个落多扭嘎嘎有点像那个什么人家讲拉了闽南话讲拉落。出来打仗
这句话是周根南面人哈，当一个男人啊，村外打兵，出外打拼啊，难免夜回家，夜回家啊，难免都会夜回家。地主天发大怂大哈，就是他老婆啦，就电话打上打下，怕来怕去啦，怕打上打下哈，家家都去调查，家家都去调查，家家户户去调查，看因翁走去倒位啦，看家老公走去哪呀吼。又来了，自由紧押，就在今晚啊，朋友来呀，朋友来了，约束被朋友的就是因为朋友的关系约束了哈，朋友来约束。喊买喊爱啊，喊我叫我哈，等酒家，等酒家就是闽南话讲的占酒家哈，等酒家哈，客家话上夜店就等酒家。哦，银波过来呀、啊，他老婆又来了，遗珠出痛出痛子出痛啊，痛爆炸了，爆炸了啊，糟糕了！哎呀，录到鸟嘎嘎啦，家庭气氛变差啦。进退两难呐、啊，进退两难。已经生卡，已经成家了，已经结婚了。看破安养他，看破了，要啊，养他这边是因为为了押韵哈，养让啊，他让他啊，不然一般客家我们讲啊，安养吉啊，没安养他。王家出家洗菜机啦，公婆没拍啥。王家出家就是说他老婆很鲁啊。怀差俩的招啊，看破安养他，王家出家，倒回去听一点。起菜机啦，随便他了啦，起菜就是随便哈，起菜机啦，公婆没拍啥，公婆就是夫妻啦哈，公婆没不是啊，拍啥不是别人啊，意思是讲啊。公婆就是两翁仔某啊，不是别人啊，看破啊，无要紧啦，好伊去啦，七彩衣啦，吼。自由健呀，朋友来约束。自由健呀，朋友来约束。走挨爽酒家。走挨爽酒家。记住出痛，爆炸了。录到鸟嘎嘎。烟摊一家当初暗杀土豆嘅烂马。烟摊一家当初暗杀土豆嘅烂马。整外麻花度量又差，搭摆同爱严家。整外麻花度量又差，搭摆就同爱严家。自由健呀，朋友来约束。自由健呀，朋友来约束。喊我上酒家，很爱等酒家，很爱等酒家。记住出痛，爆炸了。录到鸟嘎嘎，好，太棒了！我们这一次很完美的 ending。好，这一首吴胜志老师的鸟嘎嘎，非常贴切的老实的客家男性的早期的心境。今嘛唔知安尼无吼，也哈虽然唔安尼嘛吼，就是说他每天出外打拼，难免会夜回家，他的老婆不相信他，到处去打电话询问他去哪里，难得去占酒家，好，结果呢？他老婆的出筒子就爆炸啦，糟糕！好，找到家庭气氛就扭嘎嘎了。好，希望大家
能够借由这个歌词解释发音之后，也学会这首歌，开心啊，唱客家歌，帮忙我们客家文化传唱下去。OK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拜拜，再见了啊，安之 say 哦。